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分享日头暗夜，可能有的人会知道，哎呀，食唔落饭，用隔散咯。亚洲时节啦，就动食下来一些咧，酸尿米丝嘅果子，有哪条果子係酸尿嘅呢？比如讲土客手。哎呀，想到后来是就会流出来的，这种感觉有冇？有种说像是恋爱的感觉。故说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对桃园来嘅呀陶客所，细细嘅来分享今日节目底度邀请到嘅来宾来分享用休闲农场嘅国泰歌分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杨荣农场嘅负责人，我是郭国亮。今日当欢喜来到呢个节目，来分享我农场种嘅农作物，来还有我经营农场嘅理念。哦，大家有知道今日嘅客家话听起来无腔音咯，因为那国泰歌佢讲嘅係一下親手做的糖豆嘅牛片，錯冇？錯，係牛片帶嘅。係。哦，不過一下一般啲桃園同連沙又係講平油，係講海陸。係講海陸，係下手講牛片。哦，咁講呢係牛片帶嘅，講牛片嘅。係，我爸我妹嗬，我公全部講牛片。哇塞，真係係懂少糖豆誒！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難得邀請到講牛片花嘅呀國泰歌，係咪就同大家來分享一兩支嘅呀牛片神奇嘅花？好，有一日呢，我朋友來我下來了，我姑娘呢，是讓我來講，你可以飛咧，我個朋友講，你係咩來飛去哪位啊？我姑娘是講唔係啦，係去飛牧啦，去水牧啦，去飛牧，飛去哪裡？基本講你係咩來飛去哪位啊？你啦飛到哪裡去？不是啦。對，也就係牛片花同其他客家花有一些無共用嘅素材，對不對？也就懂神奇哦。係啊，所以你啊講牛片花講牛片味啦，沒花係講牛片味嚇，前少年為講咧。對，故說國泰歌今日就會喺節目當中講海陸腔以外，還會穿插一點點牛片花到節目底度哦，對不對？咁係唔係先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剛才有講到你啲桃園可以咧休閒農場，呀農場嘅天色係嘛嘅？因為農場有咁多種啊，嘅像人嘅農場係哪種類型嘅農場呢？哦，我就係休閒農場啦，因為我就種嘅農作物當多，我唔係像一般嘅農場是種一點點偏生意啦。我就像種嘅西洋瓜筍咧，種到8分天哦，就種係啊，我當然咧按天還蠻講嘅，些時大家挑定你冇去摘，6、7、3去摘，一日就一摘100零件咯。哇！你當日就要摘，今日摘了福田，天光日摘南回福田，所以3日是做咧輪摘一擺，所以種了西洋瓜筍咧，是像因為提款機用當然要簽好兩樣，哇！所以你嘅提動法種嘅東西動多，對，動多種動多東西。我唔係像因為個搬家家就按種一點嘅偏生意呢，唔係按因，因為一家農場要經營，要經營一定要有一級產，一定要多樣性，一定要有一級產業。對，你有第一級產業之後，才有固定的收入來支出一些開銷，然後呢，延續到2級、3級的產業。所以我覺得
这个农场经营非常的重要。不过节目一开始有同大家来分享到吼，阿球妹第热天嘅时节，好适呀陶器手。对，陶器手基本嘅咩係國泰國愛同大家來分享嘅，千主要嘅一項果子誒，對不對？像呀陶器手有多種品種，像亞布卡種嘅品種有哪一種呢？哦，我哋種嘅有傳統嘅推農就好嘅百香果。哦，還有黃金，吊菜色咧，對不對？也是傳統推農就好嘅，四季果。哦，還有嗰種係黃金，黃金加嘅色就冇暗淺，是下淺黃色。啊，還有一種滿天星，滿天象就是很多一點一點的。對，佢色水是摸從兩淺，佢下淺色。綠綠的、黃黃的，不是綠綠黃黃，那個是黃金的。哦，你滿天星的話是帶淺紫色，又有一個白點，那個叫滿天星。啊，它的果實會比這個傳統的要大，但是它的果皮比較厚，好吃起來它的香度，沒有這個傳統的這個這麼香，不一樣就是了。不一樣，對，但是它吃起來就是比較甜啦，這樣子。有說過，因為像剛才講到嘅，不像本土的，它係純油嘅米是當村，韓國陶器手嘅香米咩當村，那我一種係加嘅酸米，應該講完全不會酸。但是它吃起來好甜，好好吃哦，那是另外一種口感，對不對？對，是的。不過像那種傳統嘅這個叫台農一號，那種嘅陶器手，因為當然會降酸啊，像阿球妹硬就當降酸啊。一般消費者來講，佢去那邊買到呀陶器手，就會想來看講，這個陶器手係酸的，還甜的。你做點用嚟判斷這個陶器手的酸度。好，你最簡單的方法是一般外表。最簡單的方式就係吃夾食起來。其實咯，像你主持人阿圈妹，你看你就是保證唔會酸，為什麼？雞毛果肉分離。哦，有甜嗎？真的。當甜，錯嗎？係啊，所以你食了是。冇咩到嘅胖糖，胖架糖跌下來，佢跌下來了後呢，佢是受到腦震盪，受到震動之後，它內壁你知道嗎？果肉跟它的內壁有沒有分離？分離的話，你要買之前的話，你去市場要買之前，你水繞看呢，很繞，可唔落滾麼？落滾嘅表示是又跌到那下，開始變酸，其實你要買會酸，其實。百香果是冇氨酸，它是跌到那下，它受到腦震盪，已經在發酵，所以發酵當中它就會變酸。好，個變酸時到，哎呦，真嘅當酸。一般經常係唔係講到胖糖嗰種嘅假糖跌下來哈，你比如那啲皮棍超過皺的哈，它都還很甜誒，它反而水分吸收的話，它的甜度會更高。原來我嘅判斷都是錯誤的，因為我老豆講，你拿一粒百香果搖啊，可能因為它熟了嘛，佢熟嘅以後我就吃到嗰個果肉同果皮會分開來。嗰時候我頭擺陶器手，我後來嘅搖啊，哎呦，這個有分開來哦，那應該是好吃的哦。錯了。所以現在最大面積的最大產區是南投的埔里，好，它呢。原本它是近年來才發現到，為什麼我種的百香果，如果從棚架上採下來，然後給它蓋棉被，給它吹熟，好，這麼的甜，然後掉到地下之後，為什麼會變得這麼酸？後來它才切開來，才發現說，哇！那個沒有掉下來，它的果肉的內壁都是完整的。掉下來掉到地下之後呢，就會果肉果皮分開了，就是會發酵變酸了。原來係按呢，古時候人哋啲種嘅時節有準備一個像係吊床的東西。是的，
一般的话，就是像我那边我的农场，我种了将近有3分地，但是为了要让游客来参观来拍照，所以呢，我们的百香果我就没有吊挂那个吊床，所以给本人高啦，黑啦，本人高啦，而且我们的百香果园又可以当做停车场，你们的爱车到我们农场，凉凉没晒日头就不会去晒到太阳，所以我呢就是很多人说哇，你的头脑怎么转这么快，怎么这么会想这个方法，真的尤其游客才会感受到说哇。我的爱车停到有用心的个经营，对不对？在百香果的棚架下，哇，是这么的好，很浪漫，像极了爱情，对不对？是的，是的。古时候有关土鸡所含讲农场的经营，还有动动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哦。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是钟英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桃園嘅休閒農場，唔單止做得同大家來分享下農產品對呀奶肉到創作蛋糕，上來係樣板到幾片韓國家嘅奶肉，係樣板來生長嘅以外，還會同大家來分享當多種冇樣嘅農產品哦，像家下人分享嘅呀土雞酥，對不對？呀土雞酥，家下泰國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土雞酥。愛改皮，係冇錯。佢愛強人係冇，我留佢改皮。唔係強人啦。也係節目當中的一個小橋段啦，我都講聲農民啦，我同大家來分享這個農業嘅冷知識。做乜嘅頭起手愛改皮呢？好啦，我哋為讓大家分享，因為咧七個國呢，佢受到天氣嘅所長，像是吹風、天台，係講天熱，佢差唔多到6-7分熟嘅時間，幾時會跌下來？往往幾時會跌下來？一跌下來呢，你唔好及摸埋上，要架會散，因為佢還蠻當熟，一般佢差唔多到6-7分熟，幾時跌下來咧？所以呢，農民呢，佢摘下來。係到棉當收轉來嘅時節，佢係落去鬼屁，蓋棉被再純聊天啦，這樣子，開玩笑的。所以呢，他一籃一籃的把它收起來，把它收回來之後呢，他用厚的棉被，把它整個把它蓋起來，蓋了將近鬼屁哦，鬼屁，佢蓋差唔多5日到7日。你按多年咯，所以我今日咧佢往往係開始差唔多6分到7分熟，你係將啲紫色按樣是差唔多會9分熟咧，按樣你賣出去本，你合適嘅時節是會下甜，冇按酸，佢會出脫佢嘅酸味，有個會適度會下甜，按樣。我有一個問題，因為平常時設計呀土雞酥啊，像我會塗焦焦嘅皮焦焦嘅，但是像泰國你剛才講嘅，就是不用皺皺的也可以吃。那當然，真的皺皺的是已經那個是賣場的老闆水果行的老闆，他為了要把它賣出去，所以呢，他會跟客人講說啊，這個比較甜。其實不是這樣子的。古時候啾啾的話，它是已經賣了很多天。其實我們從批發市場或者是果菜市場買回來的時候，這個果皮是亮亮的哦。對。看它的這個頭有沒有這都是才綠綠的，它會整個都皺掉，那是已經賣將近10天以上的果。但是可以吃。對，但是做得食。唔係講做唔得食咯，它強調很甜，是講下唔好。不用下球咧，一般我是感覺講呢土雞酥呢，你會食嘅時間其實唔會酸其實熱氣熱也好食，我平常
干干，有干干相信你讲又拄到地背，等个跳先讲诶，果肉分离嗰種人哋嘛嗬，其實該會快啲咯，該是反正選唔得嗬，誒當酸啱先啦。原來係安樣型哦。唔過呀，頭嘅時候除咗做啲直接式以外，還做啲做其他嘅產品哦，對不對？所以我今年我會從到平替從呢一頭嘅手嘅演繹，我感覺佢嗬當有嘅經濟價值。對。要不然點啊？佢嘅產值有當倉，佢唔會像日本嘅牛眼、好芥末、好溫蛋，佢一年是才收100天，好佢種呢頭嘅數呢，佢當年呢3月開始開發，佢到6月是有果核質嘅哦，好繼續到12月底。還有果核質，你看佢啲暗倉嘅，暗倉嘅神奇呢，吼佢，所以我想將啲當做係經濟價值。對，韓國做得做呀，做誒果凍，好可愛哦。試試看。因為果凍一般啲老闆你看唔到頭殼手有咩嘅果凍。你可能荔枝的有，草莓的有，是葡萄的有，但是你總是有看得到頭殼手嘅果凍哦。你看看我們做的果凍都裡面還有果籽，你看有籽哦，很真實哎。是啊，而且這個果凍我吃起來哇，那種 QQ 哈，很好吃，好吃哦，很有那種百香果那種香味，而且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吃這個哈，我感覺到一般。好清爽，好好吃哦。一般我們這做的話，就是果肉放了很多，其實香料還是有的，但是我們的百香果肉放的比例非常的高。對，好吃。像係暗用嘅，其實頭殼手是真的很百搭，你做果汁打冰沙，甚至做暗用嘅果凍，全部就好食。不過今日節目當中唔單唱，愛同大家來分享頭殼手嘅好美食哦，呀頭殼手嘅規個生態都愛同大家來小結一下。像我講頭殼手。台講一講四季果，四季果就是它翻成字就是實際的意思，對，實際的意思。像愛講嘅頭殼手係日本話，咩係實際果嘅意思。所以那個幾愛按到實際果呢？吼，你吼頭殼手會快，佢非常很鮮豔，佢打開了了後，佢是從四種形狀。你看能佢跳身就講個籽哈，你看你去看個位哈，你看佢3個柱頭個位是它的時鐘的指針，還有那個5個花，下面5個花瓣就是它1、2、3、4、5、6、7、8、9、10、11、12，好，它的好，你看看，哦，那旁邊呢，旁邊你看它非常的鮮豔，所以遠遠看起來就是像。伊咧時鐘誒，時鐘誒跟日本話就係頭殼，對不對？頭殼啊就變成實際果，就是頭殼手了。是的，是的。啊，海流腔就係四季果。四季果，好可愛哦！是的，是的。原來你看呀，頭殼手嘅髮上都暗喲。係啊，係啊，係啊。呀，懂多人可能都唔知哦。唔知。這應該也是冷知識的一種。是。唔過吼，聽講呀，頭殼手家嘅髮咩動體片咯，唔單唱上到動體片，家嘅體型咩動體片，它是公嘅髮同馬嘅髮係胸類髮，對不對？錯，同一朵。嘿，佢啲髮呢，佢差唔多10點嘅時間，佢是開髮，佢泥頭啲嘛嗬，佢馬嘅泥頭啲嘛嗬，佢嗬係朝上的，佢差唔多到下晝，差唔多到10點開始開髮，佢到12點到下晝，佢是會拉下來，垂下來。佢3隻點啲嘛，佢3隻嘅泥頭啲嘛，佢是會垂下來，好共髮呢，佢共嘅髮粉呢係到下邊有5個花瓣，有5個花瓣，它就會這樣子自己吼，好像去會找老公一樣，它自己會垂下來，所以。百香果它是自花授粉，氣感就會高發，高發雌雄一體的，哇，是這樣子。所以呢，一般如果沒有蟲媒給它授粉的話，其實它結果率還是可以達到6成以上。一顆百香果，你知嗎？你從誒頭殼手呢，
記得就做一隻統計是出嘅啦，你創造達700隻嘅歌哦，哇！跟人家講嘅幾片停車場全部就係陶器數誒，哇塞！跟人算唔出嚟，你都得出產幾多陶器數哦。因為像個農畜菜種哈，像樣跟提款機一樣，跟提款機一樣。按行中嘅東西全部將提款機共用。唔過像啊，你剛剛講到當簡單用嘅。青菜種就種一袋，韓國又做得大動的果子。不過其實種也條土cây素啊，係唔係咩有幾困難嘅素材？佢講乜嘅喏？係，你咧種咧起嘅果呢，嗬，最驚嘅是係鹽到水。鹽到水，佢因為佢緊呢啊，佢鹽到要浸到水1點鐘，佢緊是會免緊的，佢受到那個泡水有沒有？一點鐘是種的咯。係啦，我有統計過了，大概差不多1個小時就已經在受傷了。佢受傷了後呢，因為所有整個枝條、整個植株的養分都是從根部那邊吸收。當它根部受到傷害之後，它就沒有辦法吸收水分跟養分，供應整個的枝條。所以它太陽一出來之後，它整個葉子都整個軟趴趴的，因為它是濕的那樣嘅，所以種我特別注意。百香果提點，所以排水一定要好。基本上我發現是沒有什麼病蟲害啦，最重要是這樣飲落水，所以一般因種百香果台梯時都山坡地，對，大概種平地還小因種，所以我也敢去嘗試。但是就是要排水系統，一定要做好，莫比飲落水。你飲落水，身體你是經驗的辛苦是完全是不用水流的。原來係按喲，古時候我種到按到果子啊，按到農產品係冇簡單的哦。先休息一下，等一下這個陣來談泰國嘅經營心得。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桃園嘅休閒農場，唔單止有呀土cây素、四季果以外，還有其他嘅農產品要同大家來分享哦。家下有講到，咩有呀香煙瓜心嘛，咩係人家都講西洋瓜心，對不對？除咗呀以外，還有另外一項東西嘅，真係看外形係看唔出來佢係乜嘅呢？亞粒。像一粒動態嘅靈感點啊！你看啲順豐嘅土cây素，這樣用丟粒嘅天天，一粒唔知乜嘅東西，至少要按胎誒。生來亞空係乜嘅東西啊？來，我當睇這個嚟介紹，呢是係烏耳冬瓜。烏耳冬瓜，嘿，你看佢人看到像呢個靈果，有像呢個香瓜。純粹係烏耳也係冬瓜。佢係烏耳冬瓜，嘿，烏香芋香，有芋頭香味的冬瓜。所以這冬瓜有分很多種的品種，像這個就比較特殊，比較少見。一般我們就是傳統的，就是長長的凍蔥誒，凍醋、凍蔥、凍胎。許多是按用小音綿哈，許多蛋糕會磨，哎呀，蛋糕是平滑的，沒有毛誒。哎呀，就好像都比較沒有那種細毛。就是胎靈狗啊。係啦。對。所以咧許多哈，許多嘅口感對冇，市場又條小顆又係無香，許多佢冇像太挑嗰種嘅冬瓜按綿，許多就會係硬結下斜下好食咁樣，所以啊，我煮湯誒，我用切泡嘅咧，用炒誒，全做得，非常按好食。哦，非常按好食咯。係啊，按好食。唔過像一般嘅冬瓜，係長動態條，係天奶紅愛用半截生，啊，像人嘅烏耳冬瓜係用半生。要喊吼，你嘅農場攏愛參觀，嗰條農場誒，所有嘅瓜，吼，全部落去上架。呀，安泰良用辦上架。像我前兩日我摘2張呢，一隻40兩斤嘅大冬瓜，我未掉到架當呢，吼。唔會跌下來啊？唔會啦，我要新年啦，新年。最重要，你農場是有它的特色，你有特色，因它人會來。
你全部从那下台式啊，全部从那下，其实唔会当稀咧嘛，晓冇？所以我所有的挂类，从爱农场啊，先包个四挂，台东挂、蛇四挂，还有咧，吼冬挂咪加种品种，菜挂、普洱，全部落去上搞。哦，你他们走在重新走绿色隧道，这样。对。哦，头顶上哈顶呱呱。对，所以他们游客来到，哇，都是很卖力的去拍照。他说，哇，好稀奇哦，既然能够一个冬瓜能够40、50斤的冬瓜。长在架上，在架上，所以。也知道泰国人当初是游客也到嘅感受，古时候像你们有特别准备啊，神农教育嘅课程做得嚟 DIY， 那 DIY 嘅内容係乜嘅啊？哦 ，DIY 哈，我们就是有制作，咸鸭蛋。咸鸭蛋，韩国係頭前嘅粒。嘿，就是叫红土哈。凤奶嘅含卵，含卵哦，还有我们客家人做的就不用这么的又要抹上红土，又要好吃的时候又把它洗掉，所以很麻烦。所以我们客家人呢，我们就是做那个蒜香酒。我还没忙实实讲嘅，去甲客家人嘅没忙实实讲。你是可能当香有嗰種嘅椒梅，有蒜頭梅，雪朵哇，跟我哋傳統嘅含卵嘅雪朵是完全是冇相容。哦，我还蛮变到最爱就比较酸的嘅面食耶。係啊，有沒有皮到椒梅？有，好好吃哦。對啊，這是我們客家人哈。等下我先去拿一碗飯來。強鹹係嗎？唔係，當好食。係啊。放到含卵，除非當上會放飯啊。係啊。韓國因為先前食到嘅含卵。都有一些些的卵嘅出手嘅味道，唔過因為唔加嘅酸呢，韓國加嘅米酒落去，嘅出手嘅味道完全就冇嘅呢。係啊。你都唔知客家人要做愛好食嘅含卵哦。係啊，唔啲哦。唔啲。我哋客家從我咪讓我爸爸學嘅，我媽媽學叫教我，所以我就學到。你會當難做冇？唔會啊，我教你樣板做好冇？當簡單，你學啲水要先煮過，要煮煮比一滾，讓不用浪來。一般的話就是1000克的水，要加200克的那個食鹽，把它混給它混好之後呢，你要加上大概差不多10克的蒜頭，打碎，蒜頭打碎切細細的，你看這邊有，你看我們這邊有看到嗎？它沉澱，還有大概差不多有50 CC 的，30到50 CC 的，如果要酒味重一點的話，你就放多一點，就把它加上去。不用按手就有拉哎哦。因為你就差不多1000克嘛，就1公斤嘛。我的1000克是蛋。1000克就是等於1公斤的水，是水，加上200克的食鹽，把它混好之後呢，就加上30 CC 的米酒跟10克的蒜頭。按用就有啦，按簡單。對。按用要浸幾久？浸3個禮拜，21天。卵係生嘅呀，係熟嘅。生嘅。哎呀，但是你要放進去之前呢，你一定要把鴨蛋的表皮稍微擦拭過，不能因為曬槍卵。對，怕它有一些它的排泄物粘在上面的話，這樣子有細菌，就很危險，就會做不成功哦。所以最好就是要把它擦乾淨，然後水剛剛有講嘛，水要煮沸之後，盡量撈給殺菌。對，尤其夏天最好就是太高溫的話，你如果有可以要做的話，你要放在冰箱，放在冷藏，放在冷藏。然後21天到了之後，你就把它拿出來，你準備一鍋的滾水，然後呢，你瓦斯火開小小的，給它煮起來，給它小火給它煮的差不多10分鐘，煮熟了就可以吃了。跟你啲農場地都問大家來分享嘅 DIY 係像按用鳳奶嘅。是因為這個太簡單，一般太簡單了，太簡單了，所以呢也這樣子就講了就好，但是要讓小朋友讓人家去真的去體驗做。對，好，那我現在就講那個
这个红土的咸鸭蛋怎么做？好，你俩通常阿伦没有洗肠来，好，那个奶呢？好可爱小朋友，你给做呢？哎呀，你看，好，记得是讲爱跟奶呢，有没通常爱晒过，爱炒过，爱炒咧。炒的粘进去，要不然杀菌炒，好，佢呢，奶让染的比例让个水的冲溶，嘿，但是你是会搅奶搅落从因的搅锅是炒的啦，哎，锅的是莫调水，莫调尿咪做咩调硬，哦，你个卵呢，你是落去抹上去，锅上去是炒的，差不多2.5公分，哎，是做的，哎炒，你好落去上去攞半山上，攞半山。攞個紅嘅形容誒，紅嘅。哦，你買好咧，0.5公分好咧，因為黏黏啊會過頭，佢主要嘅目的，佢啲醋香，佢是落去再個落去淋住清落去，佢是唔會黏熟，係唔會黏熟，好，你通常不用。你是不是你3禮拜？好，是所以是的。也是放常温就可以了。对，放常温就可以了。如果像我们这个蒜香酒的话，夏天的话是最好，我就是给它温度给它低一点的话，比较不会失败。万一你那个蛋的外壳万一没有擦干净的话，还是会有细菌，所以会衍生到其他的问题。这样哇，也吃到个泰国真经动作呀呗，因为像你平常是第一个带呀的生动教育的时间，我相信小朋友听后就会吃到，学习到很多，对不对？是。嗰時候像安樣真經係同大家來分享，也就師傅係樣板對奶肉到創作蛋糕，你唔單止做得看得到佢師傅佢生長嘅方式。做得了解到佢係用嘅，做得變做，做得食嘅用嘅，也就係農場最主要的價值嘛，是的，對不對？是的，是的。嗰時候今日嘅節目當中，非常什麼國泰哥來到呀，謝謝。謝謝你，謝謝你。咩什麼鄉親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叫下來做運動哦。